拄啊，所长落来带咱祈祷的时阵，有咧讲到我几工前手术，我正边的经过伫拜二踮咧马街边有做一个叫做肌腱发炎钙化，那传统就叫做骨刺，也是讲叫做结石安尼啦。你若肌腱就敢若咱咧食大骨顶头迄根应该是迄嘛迄食了不食补了不食好食，但是迄个作用是甲你两支骨会当连斗阵。若无经过甲即个手骨，也是讲即个顶头甲下骹手骨，即个中间拢有即款的肌腱伊甲你规个连斗阵发炎钙化叫做结石也好，叫做骨刺也好，就是乌死的空入去，甲迄个结石的部分甲弄个破，然后甲挂甲吸出来安尼所以感谢主安尼，即个过程真顺利。不过嘛是伫即款的过程中间，互咱更较深，互我深深体会Nick 有一个 Australia 的青年，已经30几岁，要40岁伊即马住伫美国，伊无骹无手，我小可当体会伊为什么佫会用家己穿衫。伫咱的屏东有一个博大尼，内面有一个姊妹叫做杨恩典，伊无手，但是伊用两支骹安怎家己穿袜啊？你捌看伊穿袜啊无？伊穿袜的动作比我更较紧，用两支骹安尼家己袜啊放伫遐伊拢免用手因为无手。年纪甲我差不多，但是伊用骹安尼会当甲两支袜啊、一双袜啊穿甲足好势。我即礼拜深深体会着，当正手袂当叮当的时阵，你要知影家己也较定位，放喺遐，然后甲你的内衫先甲穿入去，然后再用其他我想讲我敢若欠一个所在穿起来都遐尼辛苦，因安怎穿？不过翻头来讲，嘛发现上帝真正是有影极大奇妙的事伫因的心上。虽然讲无手，你看杨恩典姐妹伊有一摆伫电视顶，伊就穿袜啊，互你看足紧的动作足紧的，一双袜啊就穿起来人生的中间，咱会发现咱有真侪用人的角度看，敢若是欠缺，也是变衰、不足的所在。毋过嘛是伫迄款的处境中间，你要去经验上帝，伊怎样互你极大的稳定。咱头前的路，拢是照你家己的备班计划落去行。毋过，就是伫意外的中间，你会发现你的能力提升；伫意外的中间，你去经验到上帝互你得到开阔，世界变无共款。伫意外的中间，你才知影讲，原来我还有遐尼侪恩赐无得到发挥。这人的角度看是意外，毋过咱拢知影，上帝无意外。任何一项代志，拢是对伊来讲，拢是意料之内。任何一项事，拢是上帝意料之内。咱有一个青年，3年前来咱教会，伊是因兜第一个来教会的人。伊伫读学校的时阵，因为团契的关系，团契边有人招，伊就去教会。无伊就去团契，尾团契辅导讲，你都要去找教会。当然。我袂记伊迄阵是安怎找着，伊2013就走来咱教会，开始参加团契，参加咱的礼拜，嘛已经洗礼是咱教会的会友，所以是因兜第一个，有姐姐，有爸爸，有妈妈。昨暗伊甲我讲哇，感谢主上帝，感谢上帝，拄好牧师你这两天咧讲，这两礼拜咧讲主祷文，因为伊是因兜第一个洗礼，所以咱就知影伊爱面对什么压力爱面对什么压力？爸爸安怎甲主动，妈妈安怎笑？姐姐有当时心生北底伊来是爱团契，尾也无过来。就讲伫咱的家庭爱去面对这个功课，是因兜第一个洗礼所以伊爱面对这款的功课。毋过经过这2-3年，伊咧讲到就是这礼拜有一天，因爸爸忽然间问伊讲。如果我想要祷告，我要怎么祷告？因爸爸忽然间甲问啦，
踮咧厝份甲问讲：若我想要祈祷，如果我想要祷告，我要安怎祈祷？哇！伊就想讲：即2礼拜，伊嘛毋知讲要安怎带祈祷咧吼。当然，即个青年家己不只信仰真追求，要安怎带爸爸祈祷？要安怎教爸爸祈祷？伊就赶紧甲圣经摕出来，加早已经讲几落礼拜啊。这记载伫咧倒位？马太福音倒位？兄弟姊妹啊，你们爱背起来。马太福音第几章？主祷文的第几章？第6章。好，第6章，伊就紧掀开第6章第9节开始。讲爸爸，我们一起来念。然后就带爸爸一起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伊就传爸爸读。你还背起来呢？无你同事若问你讲要安怎祈祷，你圣经啥毋知？是连主祷文第几章、第几节你都毋知？第几章？伊就传爸爸。我昨听到我是感觉讲，有当时我想想哦，我这个年纪我拢感觉我较输这个少年的呢。真正呢，伊安尼来咱教会吼，踮咧教会最近来追求2、3年，咱拢知哦，厝内人安怎？上歹传呐！看你大汉，不过因爸爸讲一句话，因爸爸就讲哦，我发现这2、3年吼，你有去教会，你甲姐姐真正无共款，因为厝诶就是2个囡仔嘛吼，姐姐弟弟安尼，伊讲，所以表示伊踮咧厝诶，虽然讲甲爸爸妈妈还有一寡抗争，抗争是啥物？读到大学想要搬出来外口大，是毋是？有无？伊终于踮咧外口租一间厝，哇！妈妈呢，就气甲吼，慢讲气甲就是讲囡仔大汉啊，敢若无爱听我诶话共款。就讲看到即个囡仔咧成长诶过程中间，敢若好亲像有一寡毋是照我诶意思，照我诶心意。毋过吼，爸爸伊刚讲一句话，伊就讲：我觉得你跟姐姐真的不一样哈。当然，加在姐姐无咧边啊啦。嘛，我姐姐听到可能伊感觉讲哇，你对姐姐歹势啊，所以爸爸就甲问讲：我若想要祈祷，如果我想要祷告，我怎么祷告呢？伊就赶紧加在伊，也赶紧甲马太福音掀开，陪爸爸最近甲主祷文读。主祷文是因为学生敢若亲像即个爸爸共款，即个爸爸看即个囡仔吼。甲我讲虽然有一段时间感觉足硬啊，毋过遮大汉啊，你无读大学啊，你要甲管遐济，然后看伊踮咧食饭前拢安尼细细念吼，然后踮咧看伊生活中间安尼有即款遮个动作，拄开始无了解对无？无习惯，毋过尾渐渐知影伊伫咧祈祷，知影咧祈祷，到有一天学生嘛共款，学生就看伊诶老师耶稣。每一日早起定着迄个时间，人无开始的时候，伊就已经踮咧遐咧祈祷啊。每一暗工作做了，伊共款伫遐祈祷。学生看耶稣安尼祈祷，学生就甲耶稣讲：无你嘛教阮祈祷，对无？你嘛教阮祈祷。所以马太福音第6章再走出迄段论祈祷走出来，敢若亲像这老爸共款。你敢有同事，还是你诶厝边？看你逐工咧祈祷，看你逐工通过祈祷行你头前的路，然后无共款。伊问你讲：某咪人啊，我若想要祈祷，我到底要安怎祈祷？即个阿爸就敢若学生共款，即个青年人，22岁青年人，敢若亲像耶稣共款，竟然去互伊的老爸甲问讲：我要安怎祈祷？加使伊毋免家己来写一个祈祷文，伊赶紧献马太福音。第6章，伊就带伊的老爸讲：无咱做阵安尼，这是耶稣教伊学生的，那我们就照这样祷告吧。结果伊迄天把伊的圣经放在厝，就把中间那条红带子就放在马太福音6章那个地方。伊望伊的爸爸，真正若需要时开迄条线，就会当照安尼来祈祷。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对咱的性命。咱甲上帝关系，毋是干那伫咧即个礼拜堂。咱甲上帝关系，要踮咧咱的家庭，踮咧你的工作的所在，踮咧你的社区的所在，去发生一款的效果出来。迄个效果要因为通过你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应允，伫你的心上嘛要出来。
你要成做万民的祝福，你要成做万百姓的祝福，要成做四周围人的祝福。所以我昨暗暝呢，毋是因为遮个关系困袂去，我昨暗暝应该较早困，到12点我搁咧想一个少年家啊，踮咧咱树林教会领受洗礼，来咱教会才2-3年，结果带伊的老爸用主祷文祈祷，我若想到即项哦，欢喜甲困袂去，当然嘛感觉有一点仔见效。咱家己要安怎来学习即款的功课？有兄弟姊妹遮尔认真伫甲上帝关系，但是耶稣甲学生的祈祷，当论到咱甲天父的关系，论到甲上帝国的关系了后，3天地外的代志讲了，过来就要讲咱的需要嘛。咱的需要是啥物？同具体的需要就是每一天吼，咱拢走袂掉。今仔日的日食，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互阮。亲像咱逐摆主日礼拜时阵，咱拢有咧讲过即个祈祷。其实伫咱树林教会有关主祷文，咱已经论几落摆啊。我看咱过去主日礼拜的主题，在过去这20年的中间，咱主祷文咱已经论几落摆啊。咱希望通过今仔日搁一摆，咱三甲来学习，遮所咧讲的赏赐阮今仔日的啉食。咱若坐捷运对树林往南行，这淡水线到上路尾会到倒位？淡水线上路尾是到，然后伊行信义路的时阵，有一站，就是伫咧东门。东门迄站其实有东门市场，你伫迄站落车，阁会当去永康街，永康街。永康街，咱家己去找吼，我毋通讲自己。即个有一间厝吼，有一个餐厅，20几年前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宜兰三星教会一个兄弟来开的。迄个餐厅叫做，刚这2年来呢，迄个餐厅叫食饭食饭吃饭。但是你一入去，你看到伊一地，哇！这个茶架大地按宜兰来，伊讲伊写什么？对啦，因为民以食为天，每一个人的性命，咱稳当都爱有啉食，不管你安怎食，你食3个水煎包36块处理掉，你嘛用去食一个85块的便当，你嘛用去食300块、500块，不管安怎食，有影。啉食真重要，所以主耶稣的祈祷特别甲咱讲，咱要安怎天父上帝讲，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到底在讲啥？上帝创造踮咧爱甸乐园中间有真水，无论是水、果子、青菜等等遮的，但是伫即个创造的中间，创世纪第1章29节特别咧讲，我将遮一切五谷菜蔬会结果子的，遮树遮所有拢赏赐互恁，通好互恁会当成做恁的食物，通成做恁的食物。所以上帝伫创造人的时阵，就已经将人需要的赏赐互咱。耶稣嘛需要，耶稣嘛需要食，所以当要出来传福音，伊迫切祈祷，迄敢若亲像伊的灵修会共款。迄个灵修会时间真长，圣经写讲40天，有一点仔亲像闭境。但是伫即个灵修会中间，伊搁较亲密，甲上帝三甲伫地。伫迄个灵修会闭境的中间，伊会碰到腹肚枵，结果迄个试探就来咯。所以撒旦来甲讲，你若是上帝囝，甲即个石头变做食物嘛。表示咱知影，连耶稣伊嘛需要食物件。不过咱拢会记得主耶稣安怎回答。主耶稣讲圣经有记载，人得活毋是简单活靠食物，是要活靠上帝的嘴所出一切话。人得活毋是简单活靠食物，所以咱看会出来，咱的性命的生存需要食物，逐个人拢需要。所以，这需要食物的时阵，咱就知影上帝遐尼看重。咱看诗篇100来，
人食大关灵的会食物，人食即个大关灵的，作者毋敢称伊叫上帝，称伊叫做大关灵的全能者。即个大关灵的，伊想使咱食物，伊想使美牛，互咱得到饱足。上帝看重咱的啉食，看重咱腹肚的需要。但是人的生活除了即个身体需要食物以外，人有两方面的需要，一个就是咱的灵魂的需要。那徛伫世间的角度讲叫做精神的粮食。但是徛伫咱知影讲，迄毋是干那精神安尼啊，迄包括咱的心灵。所以属灵的食物，互咱亲近上帝，明白真理。属灵的食物，耶利米15章16节安尼讲来，万古。台湾人讲生理吼，拢都爱去餐厅食饭，因为去餐厅吼，饭若食了后，搁啉一杯红酒，迄敢若好亲像都较好讲话吼，客约都较好完成，你的即个生理吼，就会较好摕着安尼。咱会发现讲，敢若咧食饭的场合，咱饭食落去，话就会当讲开来，腹肚得着饱，咱就较好讲彼此的故事分享安尼。这是肉体。所以咱若心灵若得到上帝话，得到食饱的时阵，伊才讲安怎？诚做我心内欢喜快乐。上帝话诚做，互咱的心，互咱的灵魂会欢喜快乐。有当时咱的灵魂感觉郁卒，感觉艰苦，表示咱属灵的食物食无够多，所以咱需要食物，需要饼。除了这个身体需要饼，腹肚需要饼以外，咱的灵魂、你的心灵嘛需要摇花上帝话，互你欢喜快乐，迄个欢喜、迄个满足的快乐。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咱有另外一个食物，你讲伊是胖还是食物，这就是救恩的食物。这是咧讲到咱伫主内面的一个关系，兼主内面的关系。第一个食物咧讲到腹肚，第二个食物咧讲到咱的灵魂的喜乐平安，第三个食物都甲这个时间性无共啊咯。因为第一个食物你3顿爱食，第二个食物你至少逐工灵修看。有的人吼，若小可较平淡，种时间较无用，要过3工至少嘛爱灵修读圣经一安尼哦，甲3工的夜紧甲赶过来。毋过第三项的食物甲时间无关系。就是踮伫基督内面，约翰第6章安尼讲来，我是活的饼，对天降落的。人若食即个饼，就活到永世代。国我为着世间的活命，则想事的，为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生命、世人的生命所赐下的粮哈，虽然每一摆领受圣餐的时阵，其实拢超越时间，就是互咱进入耶和华上帝所甲咱备办迄个永远的活命。通过每一摆的圣餐，通过每一摆领这个饼、领这个杯，互咱踮伫主，踮伫主，互咱真实会当，因为这个饼是对天落来，所以咱踮喺主内面的关系。咱会当甲耶稣基督相结连，这是咱基督徒特别要紧、永远活的食物，就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所以咱若知影讲，想事阮今仔日的食物的时阵，咱就毋是干那停留伫个腹肚食会饱的卤肉饭，都毋是干那停留伫个挂包，停留伫个包，停留伫个，都毋是干那停留伫遐咯。等于讲。阮今仔阮的食物，今仔日想事阮的时阵，咱会去想到咱属灵的需要、灵魂的需要，更较要紧。感谢主，永远活的食物，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甲咱备办。所以，生命、灵命、
永远的活命，拢需要食面。无论是胖，还是圣经上帝话，还是咱每一摆圣餐，甲咱的提醒，咱知影你的生存、你的性命、你的生活、灵命，拢需要食面。这个食面，咱相信耶稣咧甲学生教这个祈祷文的时，伊的头壳内会去想到出埃及这个事件。原来这群人欠伫埃及的时阵，咱若看圣经出埃及记第16章继续读落去，因的埋怨咯，因的埋怨讲，阮哦踮咧埃及的时阵哦，阮逐工哦拢坐沙锅的边啊，抹落去烫一下吼起来。有人讲这其实较亲像食挂包共款，因为有饼，内面佫有肉，敢若亲像咧食挂包。伫咧埃及的时阵阮踮咧肉边啊，踮咧饼伫着食饱，这是伫埃及。但是即群百姓，成百万的百姓，当因踮伫咧旷野的时，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进入迦南老恁甲老蜜迄个所在。过去的所在有肉，你若看民数记，伊甚至讲伫迄个所在有西瓜、有韭菜，有蒜啊等等遐。你若看民数记记甲安尼将来咧，上帝要带阮进入一个，就是老恁甲老蜜的所在。问题是今仔日要安怎？踮咧旷野，咱埃及摕出来物件已经食要了啊！我食了就无啊！安尼踮咧旷野，讲着爱佫流浪，踮咧旷野中间到底要安怎？这个问题就出来啊！百姓的埋怨就出来。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伫咧出埃及记第16章即中间，拄啊咱所读的，才会走出来即个部分。伊讲，看我要对天落美牛互恁，百姓就爱出去，逐日扣逐日的野，我通试验因，看因要趁我的法度，毋是。这就是这段时间所要发生的代志。因每一天起来，咱若看出来记第16章，踮咧这个所在，因踮咧遐一直踮咧问讲，猛虎，叫摩西托指示的按出来，踮咧涂骹看呢，有一款物件安尼死出来一粒一粒，透早天也未光就爱出来捡。出来记16章讲，恁天也未光就爱出来捡。若无日光若照迄扬去，竟然的扬去。所以因看到遐，就踮咧遐咧问讲，因咧希伯来话踮咧讲猛虎，咱要甲翻译做玛纳，就是讲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伊原来希伯来话大家讲到这个，哎呦，猛虎安尼就是咧讲这是什么？玛纳，上帝用玛纳来饲因，互因知影一枝草、一点露，上帝伊家己本身拢会陪伴。出来记16章，甲咱讲，伊毋若陪伴佫甲因讲，人毋通将所剩的要留到过早起，因为你一出，伊就扬去。圣经是写讲伊会扬去21节因逐早起。照逐人会食的迄个量来扣伊，日头一个拍就扬去。逐日出来照所食的迄个量来扣，迄个扣真重要。你就爱去陪伴，对无？你无用想讲要坐厝的等，你厝的会叮当的人都爱出去，袂叮当的人踮咧厝。会叮当的人爱出去看，咱兜有6个人，有11个人，照迄个量甲扣，爱整理爱陪伴。但是日头若出来，遐个旷野遐物件都扬去啊！这个就互咱想到，拄我已经讲过后，食面毋是干那肉体食，你嘛望你的心情欢喜快乐，敢毋是嘛？什么人期待家己一天敢毋着有出？拄我咱已经讲过，上帝话若甲食落去伊会互咱欢喜快乐啊！逐个人嘛望你一天敢毋着是欢喜快乐，敢有人期待家己无欢喜快乐？上帝话要互咱欢喜快乐，敢若亲像玛纳共款，所以咱会期待讲，咱若早起来，你会当先甲上帝讲话，你会当看一早经文，可能你会灵明日亮，可能你会迄个
逐工的灵修，可能是去办公室。我知影有人较早去办公室，才开始看圣经。有的人用中昼的时间，有的人用下班了都不要紧。但是我个人感觉，一早起来，你哪会当家己先做一个祈祷，然后想看有啥物上帝会走出来无？你无一定看你的灵修的册，不管是新安讲读经手册，还是敢若亲像咱咧讲，不管是叫做你其他的灵修的手册。你若毋是迄个时阵要看，因为你连都爱先啉一个水，爱先上洗手间，爱先洗一个面，等等遮，伫遮爱静啊。当你面前徛的时阵，甲天父上帝讲话的时阵，你想看有啥物话走出来？最近这一两个月，我都甲我走出来话，甲中一分享，都讲一节就好，一节就好。看上帝，互你啥物话？因为日头若一出来，伊就扬起啊。扬起就是安怎？你开始咧无用啊，开始咧无用，你的工作无用，你的早顿无用，你要去邮局去银行，开始要无用遐个代志，对无？所以伫面床顶一醒起来的时阵，你试看觅，诗篇143篇第8节讲，互我透早的时阵会当听到你主爱的声，我靠你，求你，互我会当知影应该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如果透早起来，亲像咧捡玛纳迄款心情，你要有上帝会走出来。若无至少嘛，即几礼拜咱咧讲的主祷文会走出来，对无？会走出来，上帝要甲你讲话，你的玛纳会先捡着。所以毋忘记咧，既然要开始工作、开始创啥以前，先甲即个属灵的美牛，你甲捡起来。毋那安尼，拄仔咱已经讲过啊，过早起。伊无路用啦，你今仔日摕教业就好，所以你毋通想讲我今仔日加捡一寡，今仔日拜二我加捡一寡，明仔载拜三我都毋免出来。结果到拜二暗拜三透早的时阵讲，喂，遐个物件臭去啊啦，已经臭去啊，讲无法度。踮第19节、20节，摩西特别提醒，毋通想要捡2工、3工分，因为过顶工会臭。这嘛是为虾米咱讲着爱逐工灵修。日日瓦靠的关系，咱有一寡人咧看迄个叫做 Our Daily Bread， 即句话就是咱咧讲的，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英文版本，主祷文即句话的英文版本就是 Give us， 互阮的 bread 是今仔日的Our Daily Bread， 我们每一天的粮食，每一天的饼干，每一天的面包，逐工你想说我都爱逐工甲主。来提出即款今仔日不管今仔日食啥物，但是我知影上帝话要赏赐互阮。咱袂用个讲我即礼拜食物赏赐我，袂用个一摆来。虽然常常讲袂用个，因为来甲教会做礼拜牧师讲即篇，我阁甲即个讲道篇摕转去用一礼拜。我知影有人转去会甲即个文字、甲内面的经文，拢阁甲读过一解。有个人未礼拜以前，因为咱拜四下晡。网站即个讲道片就走出来，有人拜5、拜6就已经看过。你无用即篇要看一礼拜啦。你认真看1摆、2摆了就好。但是你逐工爱踮咧主面前讲，我的日式，我属灵的日式，今仔日赏赐互我，这是咱看到。因为安尼的时阵，你就知影你袂去看路边仔载，你袂去看路边仔载。主要所甲咱讲啊，今仔日的需要，今仔日主赏赐互咱。伊并毋是甲咱讲你毋免计划并毋是讲你毋免有一个 vision 一个愿景。顶礼拜5、拜6，咱的中级会长最近去打开，最近有一个时间的研讨会。伫迄个中间，大家最近领受学习我甲因分享一个叫做咱对11月中以后，咱嘛要来看。我甲伊号一个名号即个名了，我家己嘛咧笑。牧师娘先甲我笑。伊讲你号即个名伤远啊吧？咱都伊讲真白，讲咱都无活遐尼久咧。但是我甲伊叫做21世纪树林长老教会，甲中级甲同工21世纪树林长老教会。但是咱知影咱即马伫幼幼班遐，也是咱即马踮伫咧亲子世家，遮囡仔，当伊做阿公阿嬷的时阵伊会讲我的阿爸当初甲我讲，因为即马才2岁啊，21世纪阁几年？2016
佮剩80几年来领呢。所以咱即摆的亲子室吼，即几个人伊看会到21世纪要进入22世纪，树林长老教会什么款的呢？对无？伊会讲我当初阮阿爸有甲我讲吼，牧师中级因吼有领受一个异象，就是伫咱树林长老教会要安怎会当真正做即个世代的一个见证。咱应该爱有甚物款的一个开阔来服侍即个世代。所以迄个中间，咱踮咧看即个，咱有备班，咱有领受异象，但是主耶稣基督甲咱讲毋免看路，明仔载毋免看路，过来84年要安怎行？有当啊，家己想讲较长要创啥吼？毋过咱知影，当即个图出来的时阵，咱就知影，咱每一个今仔日，咱拢会感谢今仔日得到满足，然后我知影明仔载我要继续挖苦主。毋是得到饱，得到满足，得到才调，得到经历了后，你过来就愈来愈自我中心。感谢主，虽然讲娃娃呢团队暂时离开咱，但是主因带张胜伟团队师伫咱中间，今仔日第一场就伊讲道，所以共款甲青年三甲斗阵。我有当时含青年斗阵的时候，最近因为9月、10月了，有一寡毕业的就开始爱工作上班啦。有当时下班转来，因就会分享，我就走来教会，无走转去厝的吼。我就甲因分享，最近安怎吼？最近开始上班感觉安怎？有一款心情，我以前掠做叫做 Blue Monday， 咱古早讲叫做忧郁的礼拜一。拜一头早要去上班，就感觉足郁卒的，对无？20-30年前，咱叫做 Blue Monday。伊讲无啦，牧师毋是，我礼拜日听你讲多了，我就开始郁卒啦。我郁卒啥？郁卒讲，哎哟，明仔载爱上班啦。讲礼拜煞吼，伊讲礼拜时阵哦，因拢第一场嘛。讲礼拜时阵哦，感觉真欢喜，真趣味，毋是讲趣味啦，有享受。但礼拜煞了吼，下晡1-2点就开始想，哎哟，明仔载爱上班。我讲，哎呀，阮古早迄个时阵是讲叫做 Blue Monday 对无吼？郁卒的拜一，还是到拜一的时阵才感觉有。就讲即摆因礼拜下晡就开始郁卒，毋难安尼呢。休困日的前一日下晡就开始郁卒啦。10月初3若讲休困哦，隔顶天爱上班。10月初3迄天下晡走来办公室讲，原来是安尼。迄天就是迄天甲我讲的，讲哦，我现在就开始预备心了，明仔载爱上班。除了这项以外，咱拢知影，即个拄开始上班的人，因开始面对这个社会。有另外一个青年甲我讲，牧师，我突然发现，为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应该是越来越有经验，愈有经验，愈有智慧，因应该心思意念较开阔才对啊？为什么我咧甲有一个青年因做的业务，就是爱去甲人讲接案。我若甲超30外岁人来讲吼，因真紧嘛真欢喜听阮的意见。但是若含遐差不多40-50岁吼的头家咧讲着即项物件，有当时讲无1/3，伊就讲无要紧，这安怎吼，伊的看法就出来，就要落结论安尼。为什么敢若好像年纪愈有愈用一个字眼，讲愈有愈固执，越固执吼，无要听其他意见，无一定阮的意见好啦。毋过伊若既然要委托阮处理，为什么无爱加听一点仔意见？阮讲无1/3，伊就已经想要下结论了。原来愈有年纪吼，愈无耐心，愈有年纪愈固执。亲爱兄弟姊妹，爱听到少年人即句话哦。即个讲即句话的人才23岁啦，因拄出社会，拄来工作。伊讲牧师哪会安尼吼？若甲30岁讲，因佫肯要听阮讲了，听了有当时伊观念会改变，嘛会对阮得到好处嘛。我毋知真正帮助伊啊，对无？我的业务对伊有帮助。计45岁、50岁的头家吼，有当时阮讲无3句话，因念就要落结论，要照伊的方法来做。有当时我就想讲，若要照你的方法做，找阮来要创啥？讲即句话的少年家才20几岁，这都是安怎呢？咱甲头前的图。若该有诶好势是真好，异常诶领受，但是咱勿忘咱
唔通想要甲跨路带到将来，这就是惊你做袂好啦。我就甲迄个少年家，伊就对你无信心嘛，无熟悉嘛，惊你处理袂好，伊要照伊家己较有把握的来处理啊。若照我家己较有把握来处理，这叫做这毋是把握，这叫做跨路。耶稣的讲法，这叫做你的跨路面仔载，你的跨路面仔载。所以耶稣甲咱讲，你一工你的经验甲你的过程一工就好，用喺今仔日，唔通要用到明仔载以后。那用到明仔载以后，就变做你的跨路更加遐长。所以咱感谢今仔日得到满足，明仔载咱要继续挖苦主。所以那安尼，这就是一句话所甲咱讲的来。所以目的为着咱逐日扣咱的属灵的需要，逐日扣咱属灵的需要，但是明仔载主的确为咱备办，迄个异象来跑走。所以那安尼的时阵，咱都爱学习感恩来领受，然后交托这个油文雅各书第1章17节讲来，既然天父上帝要赏赐最奇妙好的赏赐，甲完全的恩典，完全的恩赐。伊所赏赐的所有的完全，毋是咧讲圆啦，所有的完全，就是讲你所需要，伊拢已经备办啦。咱所需要，伊拢备办，包括咱伫咧病痛，包括伫咧手术房，包括你所帮到遮事，会互咱愈来愈体会上帝所备办迄款的交情。所以包括哥林多后书第9章15节，拢安尼讲，感谢。咱要愈来愈体会，伊所赏赐是互咱讲袂尽啊，说不尽的恩赐，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伊赏赐咱是互咱讲袂尽、算袂了迄款的恩赐，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因为即款的感谢，才会当将跨路甲赶除，才会当将跨路甲赶除。咱要最近来看即首真趣味的歌。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咱会晓背金句，安尼讲：恁用凡所看入的，这个拄仔咱看中文来讲，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看伊的忧虑跟他的顾念，伫咧英文是同一字。咱的台语所讲的是看入甲关心，伫英文是同一字。对人的角度，你想要充分完全，想要靠家己来开来关心甲到。我要甲大力安宁，我讲关心甲到，伊做甚物代志，我拢看会到，我拢会当替伊处理、替伊解决。这毋是这个 care， 毋是叫做关心，这个 care 毋是叫做顾念，这个 care 叫做看入。但是我若互上帝来负责这项，我若将大力安宁交伫伊的手头的时阵，这个伊的关心。伊的 care 则叫做真正顾念甲关心，因为人有限，人无法度遐尼完全。咱要来看这首歌，伫这首歌的中间，你来想看卖，看讲到底你有甚物款的看入，你有甚物款的交托？这个歌手。今年60岁，这个歌真简单，干啦一句话。我将我的看入拢交托给你。将所有的重担，将所有的重担，拢放伫你的脚前。特别当我毋知影要安怎的时阵 ，anytime 当我毋知影要安怎的时阵，我要将这个看入交伫主的面前。这个部分当时也是咱家己的部分，你的身体健康，你家己头前的目标，
工作是毋是着爱换？到底要移民，还是要留伫台湾？这有当时会成做你的重担。有当时这款的跨入是啥？是关系中间，你特别关心到你某一个朋友，关心到你的妈妈，关心到你的四岁，关心到多一个人，迄个关心，真侪时阵成做你的重担，甲这个跨入。真简单的一首歌，伊讲。我要将这一切拢交伫上帝面前。踮咧真侪时阵，咱看兄弟姊妹来做礼拜，咱拢穿甲真整齐。但是咱知影，每一个人拢有咱的重担甲跨入。真感谢大家的学路讲啊，带你安利真乖。但是迄个跨入，敢若我知，毋是恁知，对不？对伫两个囡仔带你安利，我所跨入的是我的重担。我知影我咧看路啥，我会看到因的有限甲软弱，会惊因行伫个咱感觉偏差的路顶头，会惊伊带袂到亲像牧师娘即款的好牵手，会惊下袂你足侪关系顶头的看路。但是这首歌甲咱讲，咱要学习放伫个主的骹前，放伫主的骹前，这就是咱。这段所来甲咱看的，所以当咱学习，你若愈感恩的时阵，迄个跨路就无去啊！哦，迄个跨路才真正会当交伫个主的面前。所以这真趣味吼，在英文讲一个字叫 care， 但对人诚做重担，诚做跨路；对上帝来，迄个快乐，伊真正。关心咱，所以心内若充满感谢、忧闷、跨入，伊就无所在入来啊，就无所在。所以上落尾，咱今仔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第4章11节，第4章11节，咱看即个无跨入啊，头壳啊，看头前看顶头，《腓立比书》第4章11节，咱最近来读一摆来，因为我无毋知足，我知影。点伫逼真，也知影点伫富足，亦是腰，亦是富足，亦是欠。咱台语特别讲点伫主，想事我开来的就是咱的主嘛，点伫主，点伫主。华语的圣经是讲挖靠，靠伫主。我靠主，所以靠主的快乐，互咱凡事知足，互咱凡事知足。保罗这个知足的秘诀，得讲两项。第一个，我靠主，会当真正得到快乐，是因为我靠主啊。这个秘诀，第一个就是我靠主，凡事我靠。第二，知足。当上帝赏赐我教业好业给出来时阵，我知影要安怎感谢、分享来运用，好好来运用，毋是干那留喺家己遮。遮尔多，我稳当爱好我想办法来分享互人，袂因为我教业好业来骄傲。但是我若感觉较少的时阵，我阁知影守本分，袂因为伤少，或者胡作非为、伤空伤旁尾。互我知影讲，伫即款的处境中间，我要领受上帝互我的功课。特别当咱来讲，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当你若知影分享，当知影为别人代祷的时阵。迄个阮的意义就走出来啊！大家人拢会记住即句话哦。但是当咱会晓得分享、扶持、代祷的时阵，阮的意义就走出来，毋是为着我家己那尔。所以咱求主帮助咱，伫咱即礼拜中间，会让来想看卖，伫我肉体生命的食物、灵魂的食物，甲耶稣基督救恩的领受，我是毋是拢有得到饱足、得到满足？我嘛望咱会当互相分享，我有多一摆有迄款满足、知足的经验。无论是你的腹肚饱，还是你的心灵有一摆感觉特别的欢喜快乐，迄就是迄款的满足。我伫什么款的处境，伫毋哪干那伫聚会哦，同好是伫咱生活的处境，伫家庭、伫工作的所在、伫社区，伫多一摆互相
三甲同工的中间，你的心内感觉特别的欢喜快乐，上帝互你得到特别的把奖。你有这款的经验，通分享无？所以倒转来上路尾，咱就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拢会当甲即个诗歌背起来，对无？圣诗432首，咱请圣歌队吟4部，互咱听看卖。咱先请因吟一摆，互咱听。432首，我定定甲咱遮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讲哦，讲你的囡仔遐细汉的时阵，你着爱带伊背起来，对无？哈，432首，咱请圣歌队因坐吟4部，你注意听看卖，4部真好听。后摆咱踮咧厝内吟即首歌吼，看咱有2、3个人，咱嘛会当分步来吟吼，来。请咱起立，咱做阵来吟2解，做阵吟2解。天地间我自己。下一摆。万关人的上帝，阮的阿爸爸，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创造，你的想事极其奥妙，互阮的生命会当伫你所备办一切丰富中间来向前跑走。阮要恳求你，搁一摆互阮当开喙讲着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的时阵，互阮会当充满感恩知足。嘛，互阮会当知日日到主面前亲近你，通好来亲像你。主啊，这就是你的意念。你意爱阮亲近你，会当亲像你，通明白真理，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愿主你的疼，甲你的慈爱，永远无离开阮。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